喺食品加工技術越嚟越成熟嘅今時今日，純天然食物已經成為好多人心目中健康嘅象徵。但市面上有啲嘢睇落好似純天然，其實好多係人工合成嘅假貨。下面呢6樣就係典型代表，睇完千祈唔好再傻，更亂買啦。一、雞精。雞精嘅出現可以話係食品營銷史上嘅一個經典案例。當味精因為不實傳言被污名化做化學合成有害健康之後，雞精以佢源自雞肉嘅天然形象迅速佔領市場。好多消費者毫不猶豫咁放棄味精，轉而揀雞精，覺得呢個係更健康、更天然嘅調味選擇。不過當你仔細睇完佢個配料表，你就會跌晒眼鏡，排係第一位嘅，正係俾我哋嫌棄嘅味精。後面重跟住一大串其他調味品，甚至重有好多食品添加劑。有啲低端嘅雞精排第一、第二嘅，甚至係食鹽同澱粉，咁就更過分啦。所謂雞精本質上係一種以味精為核心，添加咗少量肉類提取物或者香精嘅複合調味料。一啲低端產品入邊雞肉成分微乎其微，甚至完全冇，主要靠香精模擬雞肉風味。當然，無論係味精定係雞精，都係合法嘅食品添加劑。買嗰陣，請仔細閱讀配料表，了解你買緊啲乜。如果追求雞肉風味，不妨用自家熬製嘅雞湯或者高品質雞肉粉。如果純粹為咗提鮮純味精，反而係成分更簡單嘅選擇。二、鴨血。鴨血唔單止味道鮮美，而且營養特別豐富。佢嘅鐵含量要遠高過其他動物血。平時大家喺出面打邊爐嗰陣，都中意叫一碟做配菜。但係鴨血嘅需求量實在太大啦，每隻鴨就得嗰少血，難以滿足龐大嘅市場需求。於是合成鴨血應運而生，形成咗一個隱秘而龐大嘅產業。有啲生產商就用其他動物血，例如豬血同牛血做基礎，有時甚至用血粉，然後大量加水、澱粉同埋一啲好似卡拉膠嘅增稠劑嚟增加佢嘅分量同彈性。更有不良嘅商家為咗延長保質期同改善外觀，用甲醛等非法添加劑。呢種合成鴨血雖然外形可以以此亂真，但口感同營養同真鴨血差天共地。真鴨血質地脆嫩，氣孔細小，而且分布均勻，煮熟後滑嫩易碎。合成鴨血則因為加咗膠質而富有彈性，口感偏硬偏韌，內部氣孔粗大。買鴨血首選正規渠道同品牌產品。真鴨血顏色暗紅，質地較脆，易碎。合成鴨血顏色往往太過鮮豔或者發灰，彈性十足，唔易扯斷。如果係火鍋入邊煮好耐都唔縮，越嚟越煙韌，就要高度警惕啦。三、海蜇絲。海蜇絲非常適合用嚟做涼拌菜，口感爽脆。真正嘅海蜇係水母經過鹽、明精反覆醃製脫水嘅加工製品，富含蛋白質、礦物質同膠原蛋白，但加工耗時長，原料受季節同海域限制，成本較高。於是市場上出現咗好多人造海蜇絲，佢哋通常由海藻嘅提取物、模糊粉同埋水混合而成，再通過鈣化提高口感，將海藻酸鈉溶液通過設備擠入氯化鈣溶液入邊，鈣離子令海藻酸鈉瞬間凝膠化，形成絲狀。再經調味掩飾，變成咗以此亂真嘅海蜇絲。呢種產品成本極低，保質期長，但同真正嘅海蜇相比，佢嘅營養價值係非常低嘅。天然海蜇頭或者海蜇皮呈淡黃色、乳白色或者淡褐色，有自然光澤，質地厚實，不均勻，腥味自然。人造海蜇絲顏色通常太過白淨透明啦，粗幼均勻，口感太過脆爽而缺乏韌性，帶有明顯嘅鹼味或者化學氣味。四、植物奶油。同雞精一樣，植物奶油呢個名都好容易呃人，令好多人誤以為佢係從植物入邊提取嘅天然奶油。
但實際上佢並非從植物中天然萃取嘅奶油，而係植物油經過氫化、酯交換等工業改造後嘅產物。而呢個過程重會產生對我哋人體好唔友善嘅反式脂肪酸。起初係為咗獲得一種成本低廉、易於儲存、加工性能穩定且唔含膽固醇嘅奶油替代品，經常被用係價錢平嘅糕點入邊。但因為佢嘅反式脂肪酸含量比動物奶油更高，食得多對身體唔係幾好。平時買帶有包裝嘅糕點、雪糕、3合1咖啡同加糖嘅燕麥等產品嗰陣，最好睇睇後邊嘅配料表。如果有植物奶油、植脂末、起酥油、人造奶油等字眼嘅，盡量少食，優先買明確標注零反式脂肪酸或者使用動物奶油嘅產品。特別係俾老人家同小朋友食嘅食品，更需要謹慎。注意，根據法規，當每100克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唔超過 0.3 克嗰陣，即可標為零。因此，零反式唔等於完全冇，盡可能減少攝入頻率同總量係關鍵。5. 蜂蜜。蜂蜜咧係蜜蜂辛勤勞動嘅結晶，成分複雜，含有多種糖類、氨基酸、維他命、礦物質、活性酶以及具有抗氧化作用嘅多酚物質。真正嘅成熟蜜具有抗菌性，唔易變質。市場上除咗純天然嘅蜂蜜，仲有好多人造蜂蜜。佢哋可能以糖漿為基礎，加入少量真蜜、色素同蜂蜜香精等調配而成。呢種產品雖然甜度夠啦，但少咗真蜂蜜中寶貴嘅活性酶啦、花粉同微量元素，營養上大打折扣，而且唔耐儲存，容易變質。更惡劣嘅係，有啲假蜜甚至用硫酸熬製白糖嚟模擬蜂蜜，可能含有害殘留。買嗰陣要注意，真蜜並非絕對清澈，常有細小花粉粒粒或者結晶，質感結身，拉絲不斷，斷後回縮，氣味有自然花香，口感甜而不流，喉嚨有輕微辛辣感。假蜜質可能異常清澈，色澤單一，氣味單一，只有甜味或者香精味，口感甜到發泥。買嗰陣應當選擇信譽良好嘅品牌或蜂農，關注產品檢測報告。6. 紅薯粉。純天然嘅紅薯粉，原料只有一種，就係紅薯澱粉，但係紅薯嘅出粉率非常低，通常係 15% 到 30% 之間，即係話一斤紅薯最多出3兩紅薯粉，通常都需要8到9斤紅薯先做得出1斤紅薯粉啊，所以成本就比較高。而木薯嘅出粉率達 70% 左右，價錢亦都比紅薯粉平好多。於是摻雜市價成為行業潛規則。市場上好多紅薯粉其實都係以木薯粉為主，少量紅薯粉混合而成嘅。為咗進一步提升粉條嘅耐煮性同煙韌口感，不法商家會添加明添，導致鋁殘留超標。長期過量攝入鋁咧，可能損害神經系統，增加老人痴呆風險。真紅薯粉條顏色偏暗，呈灰褐色或者青褐色，並非透明，易折斷，聲清脆，燃燒後膨脹呈白色衰狀，無異味。假粉條顏色鮮亮或者太白，韌性過強，唔易折斷，燃燒有噼啪聲同刺鼻氣味。果種反覆折幾次先斷嘅，裏面基本係加咗明膠嘅。買嗰陣唔好過分追求煙韌耐煮同晶瑩剔透，嗰個可能係添加劑嘅信號。以後去買以上呢啲嘢嗰陣，盡量多個心眼，咁樣可以更好地守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如果覺得內容唔錯，請點一下小鈴鐺，訂閱我嘅頻道。非常感謝你嘅鼓勵同支持。